台湾第一乡西港乡，西港乡是因为西港清安宫，西港清安宫。庚子年2020年啊，全球瘟疫很严重啊，新型冠状病毒很严重啊。今年辛丑年了，2021年辛丑年了。以前哦，1901年就是辛丑合约了，1900年就是八国联军了，清朝末年。你看八国联军打中国了，那你看啊，2020年庚子年了，全球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，到今年2021年了，辛丑年了，你看，哦，印度的疫情也很严重呢，欧洲的、美洲的都有疫情很严重的。现在5月2号了，要看那个网络资料，可能死亡人数可能超过300万了，太多了，可能200万就很多了。印度因为确诊的太多了，然后全球确诊了，染疫确诊了，好像有几亿人了，几亿呢？到底是1亿还是2亿啊？哦，瘟疫这么可怕，你看新型冠状病毒攻击肺部了呢，很可怕。有好多活动，你看。遭锤的是寻找了王船的宝藏，他去找那个榕树的树干可以做王船的骨干了。王船船底那个最大的那个木头叫舟餐。哦，你看，哦，你看呢，榕树可以长得那个树干那么粗了。太平歌、太平清歌，难灌了。你看叶训训练宋江镇，你看，我要准备很久了。什么素材甲、保安宫、白鹤镇，夜间练习，你看。哦，文武郎的军阵布阵成功。整个乡科已经关系到96个村乡了。
哦，那蜈蚣阵了，你看小朋友。扮演历史上的人物，或者是36天罡神、72地煞神。哦，五正合演，宋江镇还五正合演，有立角金、黄角金，还有什么不同的角金呢？哈。哦，八美图，哇，你看海寮普陀寺八美图。哦，要骑在马上，要晒太阳，骑很远呢，绕村庄呀，骑很远呢，很辛苦的嘞。柳树村啊，的8个妻妾了，那这样总共9个人，都是女生扮的了。柳树村也是女生扮的，总共9个就骑马，然后还有他们庙方的人员，哦，骑马大队呢，绕境都要骑马骑很久，很辛苦了，叫做八美图。八美图。海寮普陀寺八美图，很有看头，很有看头。你看，年轻人要练，年轻人要练那个阵头了，年轻人要表演了呢。